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24章，约书亚伫事件甲人民重新立约。约书亚组织以色列政治组到事件，伊调以色列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以及官长来，因就徛伫上帝的面前。约书亚对所有的人民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古早恁的祖先塔拉就是亚伯拉罕甲拿霍的老爸，住伫幼发拉底河迄边，服侍别个神明。我带恁的祖先亚伯拉罕对幼发拉底河迄边出来，行透迦南全地，搁互伊有真侪子孙。我将以撒赏赐伊，搁用雅各甲以扫赏赐以撒。我将以东山区赏赐以撒做家业，互雅各甲伊的子孙落去埃及。我差派摩西甲阿伦降灾祸攻击埃及，后来带恁出来。我带恁的列祖出埃及，来到红海，埃及人派战车甲马兵对入恁的列祖。恁的列祖求叫上主，我就用黑暗隔开恁甲埃及人，搁用海水甲埃及人淹死。我伫埃及所做的事，恁拢亲目看见。后来恁住伫旷野真久，我带恁到约旦河东边阿摩利人住的所在徛起。因甲恁交战，我将因交伫恁的手，互恁得到因的地。我为着恁甲因消灭。迄时，摩押王西伯的囝巴力起来，甲以色列人交战。搁派人去叫比尼的囝巴兰来甲恁咒诅，我毋听巴兰的话，颠倒互伊连续甲恁祝福，安尼我就救恁脱离伊的手。恁过约旦河到耶利哥，耶利哥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吉加撒人、希比人、亚布斯人，拢甲恁交战。我将因交伫恁的手，我降瘟疫伫因中间，将阿摩利人两个王对恁的面前赶出去，毋是用恁的刀，嘛毋是用恁的弓。我赏赐恁的土地，毋是恁家己开垦的城，嘛毋是恁起造的。恁住伫迄内面，食毋是恁栽种的葡萄园甲橄榄园的果子。呾恁着敬畏上主，诚心实意服侍伊，将恁的列祖伫幼发拉底河迄边，甲伫埃及服侍的神明拄去来服侍上主。若是恁无爱服侍上主，今仔日恁着经恁爱要服侍的，看是恁列祖伫幼发拉底河迄边所服侍的神明，也是恁徛起即个地的阿摩利人的神明。论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上主。人民回答讲：阮一定无要去杀上主，去服侍别个神明，因为上主阮的上帝有带阮甲阮的列祖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出来，伫阮的目睭前行遐个大的新日，伫阮行过的路，经过的达国，伊拢有甲阮保护。上主阁为着阮赶出住伫即所在的阿摩利人甲列国的人，所以阮嘛要服侍上主，因为伊是阮的上帝。毋过约书亚对人民讲：恁袂当服侍上主，因为伊是圣的上帝，是要求专情服侍伊的上帝。袂赦免恁的过失，恁的罪恶。恁若离开上主去服侍外邦的神明，上主伫赐福气互恁了后，会活倒转来，降灾祸，甲恁消灭。人民因约书亚讲：袂，阮袂离开上主，阮一定要服侍上主。约书亚对人民讲：恁经要服侍上主，恁家己着做家己的证人。因应讲：好，阮愿意做证。约书亚讲：呾恁着将恁中间外邦的神明除去，互恁专心归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人民因约书亚讲：阮一定要服侍上主，阮的上帝，听叹伊的话。迄日，约书亚就带人民甲上主立约，伫事件为因制定规则甲条例。约书亚将这话拢写伫上主律法的册，搁将一块大石头踩伫上主圣所边仔的上树骹。约书亚对所有的人民讲：恁看，这个石头要甲咱做证。
即个石头有听到上主所有吩咐咱的话，要对恁作证，则免恁背弃恁的上帝。约书亚解散人民，因就倒去家己本着的土地。约书亚甲以利亚撒死。这个事以后，上主的仆人论的囝约书亚死，享年110岁。以色列人甲伊安葬伫以法莲山区加实山北边的亭纳西拉，伊本着的土地。约书亚活地的时，以色列人服侍上主。伊死了后，遐会知影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一切的事的长老，也活地的时，人民犹原服侍上主。以色列人将因对埃及带倒来约瑟的骨骸安葬伫示剑，就是雅各早前用100块银对示剑的开拓者合约的后代买的地，这个地做约瑟后代的基业。阿伦的囝以利沙嘛死，因将伊安葬伫伊的囝菲尼哈所得到以法莲山区的山峦仔顶。